今天是2004年4月10号，藏文课是第8课吧？第8课，咱们开始啊。这个一开始还是先复习一下，咱们那个前头语法呢，学了几句了？学了4句了还是5句了？咱们就这样来复习啊。我就问，这个咱们先看第22页，这是第5课。第5课呢是后加字卡帕萨，后加卡帕萨，对这个后加上卡帕萨之后，前边的那个字母要发生什么变化呢？把调摁下来，就是平声的给它摁成去声，摁成1声，摁成4声；2声的给它摁成3声，就是低声调给它摁成升降调。这是后加字，如果看到后加字是卡帕萨这3个的，前边的声母就是把调给摁下来。这个呢，咱们就领读一下那个单词跟那个，我看啊，领读一下单词跟，先读一下单词吧，然后再读一下传统拼读法。这是第多少页啊？这是我这把页25页。咱们先读一下单词。读单词的时候，你就是注意这个，就是卡帕萨，碰到后加字卡帕萨的，要把调摁下来。咱们开始读啊，塔吐鲁侧克托贴。这个后加字是爬的呢，不但要把调摁下来，而且结尾的地方要加一个发啵这个字的那一个口型，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第10个恰，翻过来，吐ri特扛sem美多巴桑。你看这个特点就是后边是卡帕萨的平声把它拽成4声，这个2声给它摁成3声，就是结尾都是降下来。然后咱们过来再把那个24页的传统拼读法。传统拼读法刚才有人说那个听那个带子里老听到一个角落，那个就是这个传统拼读法在藏文里头呢，角落，角落，听着就是角落，就是传统拼读法。传统拼读法呢是藏族人学藏文的读法，咱们也来这个读一下啊。塔卡塔塔卡塔卡帕克卡帕克他写就吐卡吐他写就吐卡吐虾开过西帕西虾开过西帕西他卡萨塔虾帕萨谢卡瓦萨康卡马萨康擦开过气卡萨气虾写就秀帕萨秀牙拿若用阿萨用沙真报 sem 马萨 sem。这是练习这个后加卡帕萨把调摁下来，这是1句，这是咱们学习的这个好像是第3句啊，第3句那个文法啊，第3句。下边呢，咱们翻到学第4句，第32页。不对，隔了一个，第27页，学第4句。现在这连着3课都是讲后加字，后加卡帕萨把调摁下来。现在是后加拉伊拿这3个是给元音加 a 加一个 e，加上 e 之后呢，这个呢就不是汉语拼音的读法了，
它这个就是加的是 e， 但是呢读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不一样。这个原来元音是啊的，如果碰上后加字是拉一拿的话呢，它要加个 e， 就变成了汉语拼音里的 i。原来是 o 的，加个 e 就变成了这个汉语拼音是这样是吧？是吧？约是这个原来是 u 的，加个 e 就变成了汉语拼音的吁。这是后加拉一拿这三个后加字的时候，元音发生了变化，这不是变调是变音，一定要分清楚。咱们这个呢也是把单词就是为了跟这个规则的运用联系起来，把单词先看一下。29页咱们来看啊，这就是后加字是拉，所以他就把这个啊变成了哎，就是汉语拼音的哎，所以呢咱们就那个读起来啊很方便，你就直接读汉语拼音的哎，就是排排哎。第二个年年屈塞哎，碰到整报跟那个一就不变了，不变了就稍微延长一点就行了，不用记。翻过来缺矮米须铁缺民年银人哎，你都用你可以后边都注上汉语拼音，像这个就是声母就是了，哎，然后那个整报就是哎，那就是 n 哎，就直接用汉语拼音读是很准确的。再来啊，再来后边啊，群云亲包喷村破雨聂康秋缺云丹。再回来也练习一下它的传统拼读法。29页第一个啊，帕拉拍帕那潘马那满卡那若缺拉缺帕西就皮拉皮撒开古西拉西下整报些拉些卡那若群那群擦洗就群那群牙开古银那银下整报心那心这个呢就是下去大家就是多读就行了，多读形成条件反射。哎，哦对了，其实咱们这个练习应该读一下哈，咱们把这个练习读一下吧。上一个练习变调的那个好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因为要变音，所以不容易掌握，咱们把这个练习读一下。第30页下边，开猜燃哎，把日你要汉语拼音你就自己应该写出来日，然后是 i， 然后后边加一个 n， 哎，日 i n 蓝后边群汉语拼音是 t， 然后后边是 n， 这个约然后加一个 n群下边一个熏哎，是 s 打头的，后边民后边这个注意啊，声母是日，哎，韵母是吁，汉语拼音里头都有，你就这个直接硬拼就行了，日
哎，日语，哎，下边拍切，这个注意啊，咱们先读它的本音是沙区，哎，因为有一句话是一开一闭开闭写，这个呢是一开一闭，后边那个乌是闭元音，一乌吁三个是闭元音，前边的啊呢就要念的不要啊太大了，就要变成哎，这样的前边是色亏，哎，这个规则呢咱们说过不重要，哎，你就按原来的读音读书音就可以，这个规则主要是在这个口语里头，所以这个呢咱们知道就行了，不重要，你先读本音，这个能想起来你就读一下就行了。再来一遍啊，色亏，后边这个开盘，拧托，这个呢一开始这个 K 固也是个闭元音，后边也可以闭一点，要变成乌，就变成了拧托，哎，下边月哇，云丹，吞梦，洗吧，这个咱们就这样，以后咱们就是特别明显的需要变弱一点的音咱们就变，一般的呢咱们就不变了。这个读书音呢咱们说过，读书音可以都不变啊。下边那个缺破语，他的家乡，前边这个缺啊实际上是两个音节合起来的，哎，合起来读成了缺，他的家乡。下边爱呢，我的家，米瑞，米是人的，瑞是族类，这样的话呢是民族，哎，后边日美豆，山上的花，哎，山花。下边须巴日，苏是谁，阿 K 古仪是的谁的照片，这都成了短语了。后边空缺涅康，空撮是他们的宿舍。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第4个练习，咱们也读一下啊。这个练习咱们记住，前边这个呢，因为加上啦是变的那个，就是给元音加意，这样啊就变成了哎。这个的读音跟后边这个虾，它的那个元音是哎，读音是一样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口要张得大一点，第二个口张得小一点。咱们先读，你们体会一下，西哎，这样读，西哎西哎，这个嘴就张大一点，放心大胆的就是西。后边这个呢，就嘴不要张这么大，西哎，就是嘴张小一点。另外有一些人呐，他为了明显的区别开，他甚至把后边这个哎啊就发成了 a 的音，就发成了西啊，有这样的，那个就是读音不太正确，但是他可以读的时候明显的把这两个西跟西，哎，它可以明显的分开，大家知道就行了。它就是有点往那个 a 的地方靠拢。有一些这个词的读法啊就变成了 t， 你比如说这个 t 就是它，哎，这个呢在这个读的时候一般就变成了 a， 就变成 t， 哎，它不是台，它不说台，一般就是 t。这样的话就是它有这种现象，就是为了明显区分，它把这个单独的这个呀就发成了近似于 a 的音。咱们现在还是就是说一个张口大一个张口小就行了。咱们来读一下啊，下边第二个 c 后边那个 c
哎，就读的轻一点儿，声音这个就是口张的小一点行了。下边啊，排美，哎，你自己要愿意明显区分，也可以读成美，哎，美，下边这是 ten， 冷，哎，后边就直接用了，就刚才有那个啊，没写出来，冷，就直接拼出来就行了。冷前边那个呢就要发的大一点，冷，就嘴张大一点，后边那个就冷，就读的懒一点，就这么区别就行了。下边一个年，您，闲，行，哎，大概就能区分开了。然后这是第五句是吧？哈，是第五啊，是第四句是吧？下边是第五句这个拼音规则，翻过来32页。第五句是什么呢？是两个后加字，后加他撒，音调都变，就是前边呢第三句是广变调，第四句是广变音。这个他跟撒这两个后加字呢是音调都变，把它俩综合起来，哎，就是这个。这儿这个撒跟前边那个撒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撒是后加字，前边的那个卡帕撒的撒呢是再后加字，就这么一个区别。但是呢，为什么我那个里头不强调它再后加字呢？你以后就形成印象，不管是再后加字还是后加字，反正有了这个撒呀，你就得变调，至少是变调。哎，如果它要是不是再后加字，它紧挨着字母呢，就连那个音也变。所以这个呢，你就记住，后加他撒是音调都变，就是调要摁下来，音要变成这三个，哎，音要变成这个后边加一个一的这个。下边咱们也是先读单词啊，先读单词，因为单词是一个综合练习，哎，这个你说音调都变的都包括在里头了。咱们先看34页第一个啊，太，哎，这是音调都变，啊变成了 I， 然后呢平声变成了去声。第二个驴，乌变成了吁，然后二声变成了三声。哎，下边人，血，月，奶，人，过来驴，女，雀，女，卡蟹，切穴，秋雀，美，下边的词组也读一下啊，爱阿妈，缺破语，虚一个，米热哇，热康亲包，秋葵茶包，热物切穴，麦稻塞包，下边练习里的读音也读一下啊，切，斜，移，这个是开，
徐徐徐徐渠渠哦不对了，缺缺哦是变成约，缺。下一个谢菜女秋菜捏切臃血野蟹掐蟹倒数第二个野蟹是什么意思来着？圣智，智。咱们这个现在一切学习就是为了把咱们这个凡夫的识转成野蟹，转成圣者智。下边一个比较也读一下啊，切。注意啊，咱们这个就一个就读一遍了啊。先读第一个，切，一个张嘴大，一个张口小，横着来啊。惹谢抬开这个你注意啊，拉是光变调不变声，光变声不变调。这个撒呢就是既变声又变调，所以就成了开。这个注意这些变化啊。下边一个缺月py谢。那个我那个在网上读的那个课就这课后边还这个今天那课也读了，是1到8课。下周我争取把后边的那个9到结束的争取读出来，然后再放到网上。这个你就可以这个多看着读，多看着读。学语言也不用太用心，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多聪明的人，你也不能这个说我理解了我就会了，你就得读，就得这个是多笨的人，你把他扔到西藏去，弄他2年，他也就会了。所以就是什么老听老读，就是这么个办法。这个的那个传统拼读法咱们也读一下，翻过来33页。你就分散开时间，早晨读一会儿，中午读一会儿，晚上读一会儿，就这个多重复。你就关键就是个坚持。你只要坚持说每天我都读个3-4次哈，到过1个2月之后啊，你自己就感觉不一样了，感觉好像这个跟原来不是那么那个费劲了，什么你就能感觉到会发生质变。咱们来读这个传统拼读法，就是这个角落，下面啊，掐塔切掐撒切撒塔塞撒撒塞掐那若却塔却掐那若却撒却塔写就提塔提塔写就提撒提马开过米塔米马开过米撒米掐真包切塔切掐真包切撒切这一课的传统拼读法比较好读。好，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一课36页第8课。第8课呢是讲连读变音，前边曾经有一课呀，第2课好像是连读变音，那个呢简单一点。这个呢因为学的情况多了，包括的情况多，所以讲的更全一点。其实他的头一句话呢还是重复那节课的头一句话，比他就是多一句。那个只讲了一个第2音节的变调，这个是第1、第2都讲。咱们看啊，说声调的变化，
第一音节高降调变高平调，低升调变低降调，它还不如咱们总结的那个，这个还得想半天。咱们总结的就是前不升不是，对，前不降后不升，都变高平调，就记住这个。前一个音节不准出现降调，第二个音节不准出现升调，碰到这两种情况怎么办啊？都变成平调。哎，这么一个口诀就把它记住了。下边咱们来这个读里头的那个具体例子，咱们看啊。你看头一个，原来这个 terp 是降调，因为它在第一个音节不许降，所以把它读成平调，就是 terp 仓 terp 仓。哎，第二个呢也是这个里头都是第一音节的降调变成了平调。你看第一个也是切巴，哎，切就变成切。第三个切巴，哎，降调变了平调。第四个 same tune， 哎，这个 same呢，这个前边的 a， 如果你愿意读那个就是读的标准一点啊，就是或者口语的读法啊，后边的 u 是闭音节，前边这个 a 呢要变成一，这个就读成 sim tune， 哎，就变成 sim tune 了。读 sim tune 呢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是读书音呢一般它也不变，所以呢你就按照原来读音也可以。哎，这个 sim tune 呢 sim 是心， sim 是我们的这个心，这个tune呢是少小，这个小不是小心，是虚心啊，这个心放的小一点不自大，是这个虚心的意思。下边一部分呢是我看啊，还是这个就是第一音节的变化，就是第一音节呢变成这个叫升降调。升降调呢，这个升降调在第一音节出现的时候呢，因为前不降，就光允许它升不允许它降，所以它就变成了升调。哎，不准那个尾不准降下来，就变成了这个二声，三声变成了二声。咱们来读啊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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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哎，原来这个 tip 是这个 tip 是最后要降下来的，现在呢前不降，所以呢不许它降，就光升，那就变成了二声，就是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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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哎，光升不降了。下边那个撇巴，咱们好像前头学了，撇是西藏，撇巴我说过，这个巴呢是名词化的一个词尾，就是一个字给它后边加一个巴，这个字就变成了一个名词。哎，这个名词呢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名字了。什么名字呢？撇巴就是西藏人，哎，就带巴，就是你看说这个宁玛巴，哎，就是宁玛派的法师，哎，宁玛这个格鲁派的，哎，这个都是这个巴就变成了一个是名词化的一个符号，名词化之后代表一个名字，哎，撇巴就成了西藏人。你看什么什么人，他一般就带个巴，宗喀巴呢就是宗喀这个地方的人，哎，他那个家乡是这个宗喀这个地方的人，就宗喀巴。下边一个来嘎，哎，这都是前不降造成的，后边那个扛本来是要降下来的，现在光升，抗日，这个呢经常变调，就是因为后边 k 固是闭音节，前边啊太大了，给它变成就是坑日，哎，就是这个太明显的，有时候它还是读的时候是变一点，不太明显的就一般不变。下边一部分呢是改到第二音节了。第二音节呢，咱们看啊，头一个词米，然后这不用变了，前边允许升，后边呢是 ri 是升降调，后边不许升，光许降，所以升降调就不许升，光许降就变成四声了，哎，三声变四声。
咱们读一下，就是米瑞，哎，民族，米是人，瑞是族，民族，哎，就是升降调到后边呢是不许升，光许降，所以就干脆变成4声，米瑞，这是升降调在第2音节就变成了降调。下边一个米热，哎，它这个热原来是升降是热，现在呢不许它升，就直接热，就直接降下来。米热，马热，哎，就直接降，就不再升了。翻过来这一页的这个啊，叫可对，后边那个本来也是体育是先升的，现在不准它升，就直接降对，就直接4声。前边这个本来是卡，因为后边是乌是闭音节，卡的啊变成所以变成了科，所以就是可对。这个卡呢就跟咱们汉语里头那个和差不多，就是什么就跟那个和差不多，这个卡，哎，你看到这个字里头出现那个卡呀，一般就是问点什么事儿，哎，就跟那和差不多，哎，卡后边那个体是时间，哎，可对，那就是什么时间，哎，对，这些呢现在咱们不是重点，你就顺便这么加个印象，以后咱们这个大量的这个背单词的时候，汉藏对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在这个现在主要功夫就用在这个把音读准确就行了。下边一个啊，说第1音节不准降，第2音节不准升，这情况呢有时候会碰到一块儿，像这个就是2个都得这个变。看第一个啊，特不句，哎，我说一下这个变化。第一个原来是降调特，现在变成平声特。第2个呢是曲，就是曲，这个咱们还讲过一个规则，是第3竖行字母表第3竖行卡卡塔爬擦这5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他们如果出现在第2音节的话呢，他们不送气，就是卡变成夹，哎，而且呢还有一个规则，这第3竖行这5个字母呢放到第2音节呢，他们是升调，不准他们升，他们就得变成平调。所以呢这5个字母如果放在第2节出现的话呢，既变成平调又变成不送气，就变成了他们相应的那个第1竖行的那个读音。所以现在这个卡就变成了加，哎，就变成了加。这样的话加它的声母是这个，再跟后边这个无呢，因为后加字是撒，要变音，无变成吁，哎，还要变调，变成这个3声，那就成了举，那个曲，这个单独读的时候不变，那个是曲，放在第2音节里头呢变成就是举，但是呢第2音节又不准升，光准降，所以它变成降调，所以就变成了句，哎，所以这一大堆变化都凑在一块来了，所以这个单词就读特句，哎，这就它的准确读音。所以咱们说呀，就是多读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光明白这个这个拼音规则不行，你说这些我都听懂了，都明白，你在一个单词上反应不过来不行，所以就得怎么呢？明白一个就得多读，哎，形成条件反射，又明白一个又多读，到他们2个综合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反应过来了。所以像这个呢，就是很多规则都集中在这个第2音节，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再看下一个，曲意，这个里头说一下都有什么变化。第1音节呀，原来是撇是升降调，前不降，所以它只变成升调，这是第一个。第2个，后一音节是闭音节，前边这个 o 要变成这个要变调，前边 o 本来已经变成了约呢碰到闭音节再闭一点的时候是变成吁，所以前边就读成了皮，哎，本来原来应该读撇，哎，现在呢因为它要闭一点，那个
这个约变成了吁，哎，这是那个咱们前头讲的，所以它前头发音成了痞喻，哎，前不降，所以还不能痞喻，不能降下来，只能升，所以变成二声，就讲痞意，痞意，哎，前边升后边降可以，痞意，痞意，后边这个意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它原来的调是乙，是升降调，后部升，所以只变成降调，变成四声，所以变成痞意，这是它的变化。痞意，痞是西藏，乙是文字，痞意就是藏文，哎，痞意，这个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就是这个教材的封面。咱们顺便把教材封面说一下，翻过来教材封面，你看痞意是吧？就是藏文，后边那个呢是 k 呢是的意思， k 是白勺的，哎，痞意给，为什么要这个 k 要发成 g 呢？因为卡在后边那个音节的时候变成这个不松气，就变成了嘎。然后呢，再变成平声就变成了嘎，所以呢，痞意给还读一个轻声，它是虚词，一会儿咱们就学到了，这个虚词变轻声，痞意给，哎，这就是藏文的。后边呢，我就简单说，扎角儿，扎是声音，角儿是拼起来，拼音扎角儿，哎，后边那个落不是学习或者是教学，都是这一个字。后边那个 tab 不是本子，咱们那个一个单词有 tab 本子卷，哎，就是教的本子，教的教材，就是哎，藏文拼音教材就出来了。后边那个拉萨咱们还没学到，可能后边那个后边马上就学到了。这是痞意，就是藏文。下边咱们再看韵母的变化。还是37页这啊，韵母的变化，就是这个韵母变化呢，简单也好记。什么变化呢？就是如果这个后加字是卡，在读音的时候啊，有很多人把这个卡读出来，就是做一个口型。你比如说这个本来是他巴，哎，这个因为后加字是卡呢，他经常读成他巴，就是发一个咯的音。但是呢，不读出来，不做口型。塔巴，这个读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能记住单词，他一记住塔巴啊，知道这个他后边跟一个卡，哎，塔巴，哎，塔巴呢是绳子。那个佛经里头有一个绳蛇喻，说他在那个黑山洞里头看不清，看一个绳子当成是一条蛇了，哎，就是看见一个塔巴，就看成了一条蛇，哎，塔巴，哎，把那个歌就是做一个口型就行了。下边这个喇叭，哎，也是就是把它这个读一个这个读出一个那个歌的音来就行了。喇叭是手，就是咱们手脚的手，这后边单词里有，咱们就是要再加强印象。下边一个擦吧，哎，这个也是不管它那个就是后边这个卡后边还有没有东西，反正看后边跟卡呢就可以带这个音。这是什么呀？黑报纸，一会儿后边有，这不用记啊。最后下边这个叫声母的变化，他说这个后夹字什么卡啊的时候呢，后边这个包要读成波，这个呀咱们不按它来，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它是口语里头也不是都是这样，咱们读书音就绝对不这样读，所以呢这个咱们就是了解一下，咱们也不这么读。就是什么呢？后夹字是卡啊的时候，它的后边的那个第二音节是如果是那个包就读成波，这个呢咱们就读一下就行了，以后也不这样读，就是这个咱们就不要这一条，哎，因为咱们是主要是读经，哎，不做口语用。咱们来读一下啊，这个哑包，哎，
雅波，哎，那个卡呢稍微读一个歌，哎，雅波，这个是好的，哎，好，好像那个雅克西是那个藏语里头是吧？是不是啊？啊，新疆的啊，啊，看来这个雅就比较好啊，这个新疆也雅，哎，雅波就是好的。下边那个莽波是多的，哎，这一忙就多了，哎，莽波，这都是常用词啊，哎，这个你们自己可以这随便发挥。这个呢，口语里头它经常就是读成莽过，哎，像第一个呢，雅过，哎，这个呀，我估计啊，它就是什么呢？口语，人们说口语的时候啊，都懒，发就不发那么真，所以就啊莽过就很省事儿，就好像咱们什么张个庄，实际上是张家庄，是吧？但是他那个张家庄那个嘴得张得大，很费事儿啊！张家庄，张个庄，越说越就弄成这种，哎，就跟这个变化一样，哎，下边那个是 tikbo， 哎，那个卡呢，咱们也读它一个歌的那个做一个口型 tikbo。如果要是照口语呢，可以读成 tikbo， 哎，就是后边有汉语拼音，那个就是比较简单。这个 tikbo 呢是什么呢？这是那个水滴，哎，水滴，什么雨点啊，水滴啊，像那个有一个阴明的著作叫什么点滴，正理第一论，哎，就是这个 T。正理第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道理啊都集中到一点里头，哎，就好像是精华一样，这个意思。这节课的语法呀，这个连读变音的语法呀，其实是旧的。为什么呀？咱们前头提前讲了，咱们说前不降后不升，都变高平调，一句把这些都包括了。这个卡发歌的音，就是你不发也可以，哎，发上呢也行，这个呢不重要。后边这个呢，干脆咱们就不要，哎，以后咱们不按口语这个读，所以呢，这个发音的变化就学完了，也比较简单，实际上是比较熟悉。所以剩下的那个任务呢，也还是这个常就是多读。下边啊讲轻声，就是说下边开始学句子了。咱们前头学的都是词，下边就开始短句怎么读，开始读经的时候这个句子怎么处理，这最简单的规则。实际上最简单的规则也是最常用的，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到这个其实复杂的也没有了，复杂的规则后边也没有了，就是你就用这几个简单规则，基本上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读，怎么处理了。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轻声规则啊，先看这个翻过来，咱们先看38页这儿。第一个说在这个经里头什么地方读轻声，哎，有这么3种情况。第一个呢是虚词读轻声，虚词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特指实际事物的，比如说名词指着一个名，这叫实词；动词有实际的动作，形容词这都算实词。什么叫虚词呢？虚指，哎，没有这个特指。你比如说他这举的例子吧，第一个你看啊，他说这个 ki 呢是汉语的那个的，是汉语的的。前边咱们讲过汉语的的有一大堆，都是这个，比如说 ki， 哎，这也是汉语的的， ki 也是汉语的的，后边还会有，后边咱们学了下家字还会有，哎，都是这个发这个音。基本上因为什么呢？你嘎一 gi 发这个音，卡因为它是的，它一定是谁的，它前头一定有东西，它前头一有东西，它就是后边的音节，后边音节卡那个第3竖行那5个字母，在后边音节要变成平声，要变成不送气，实际上就发音上等于谁等于嘎，哎，等于嘎，所以还是读 gi， 哎，还是读 gi。咱们看这个就是说这个的呢它是个虚词，所以呢这个的一般都读轻声。
咱们看他举的例子啊，空给名，空给名，空是他是吧？哎，他，你看那个 ki， 他就在看汉语拼音读成了哥，哎，哥一 gi， 哎 gi， 读成轻声。空给名，名就是名字，他的名字，哎，他是实词，名字是实词，这个的是虚词，他读轻声。空给名，空给名，哎，掌握了一个规则，就是虚词读轻声。下边第二个看拉，这个拉呢是什么意思呢？咱们看它这个例句啊，说空拉穴，空拉穴，空是他，拉，然后穴是说，说是命令式，就是对他说。这个拉起什么作用啊？就是针对谁，针对谁，哎，针对谁啊？针对他前头那个。注意，这个拉呀是加在那个他针对的对象的后边的。这个拉还有这个拉，这两个呀都起这个作用。拉跟这个拉都是起什么作用啊？就是针对谁？针对他前头的那个，哎，对他前头的那个要做动作，就是这个意思。对着谁，向着谁，是针对谁，就是这个意思。哎，像这个里头就是对他说，对着他说，让你对他说，哎，空了穴，空了穴，哎，表示这个动作是对谁做的，这是拉的作用，这也是一个虚词。下边一个堂，哎，这个堂呢，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了，就是汉语里的和，哎，谁和谁，哎，谁跟谁，那个和字，这个堂就是和，你这一看佛经到处都是堂，哎，谁和谁，这是个连词。咱们看他举的例子是阿妈堂普木，阿妈堂普木，哎，这个和也是个虚词，是个连词，把两个东西连起来，所以呢，妈妈跟女儿这样的话，中间呢读轻声。这个轻声后边咱们看啊，这个堂呢也读哒，这个呀就是口语里头的了。口语里头还是我说的那个懒，很多人不读哒，读什么呀？党，他发糖送气费劲儿，他就阿妈党普木，哎，发党的这个我看也不少，哎，这个哒也是为了这个省事儿，哎，懒省事儿，这个咱们都不管它，咱们就正正经经的都糖就行了，哎，阿妈糖普木，阿妈糖普木，对，像这几个字啊，尤其是第一个跟这个第三个，这是大量的出现。咱们汉语里头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哪个字啊？是白烧的，就是上边那个给，哎，所以它那个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像这个和肯定使用频率也是这个非常高。这是第一个读轻声，就是连词啊什么这些虚词读轻声。下边还有一种情况，看下边啊，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一部分词尾经常读轻声。他这说了两种，一种是形容词比较急的词尾，就是形容词咱们说过，形容词的词尾啊，一般是带那个哪弱的，就是比如说雅各波，哎，雅各波莽波，哎，都是那个就是带哪弱的，就是这两个后边那个八呀带一个哪弱，哎，加个 o， 这是形容词，正经的形容词原形。这个有时候形容词原形啊，它变成比较级，就是谁比谁好一点，谁比谁多一点，他就把那个哪弱去掉，就变成了八。这个时候呢，这个八读轻声。咱们读一下这个，你看，本来这个如果不读轻声的话，这个词儿应该读哑巴，哎，这是应该这样读的。现在读轻声就成了什么呢？前边这个牙呀，就当一个字读，单独读，不算第一个音节了。不受第一个音节什么不许降啊，不受这些影响了，所以它就不是读二声了，它原来应该读牙，它是三声。你看牙碰到卡是变调嘛，牙本来是升调，
碰到卡是把调摁下来变成升降调，所以它应该是呀，应该这样读。现在它后边那个要是读轻声的话呢，前边就这样读，就变成了单独读一个字母，不是第一音节了。所以这个就是呀吧，你可以把那个歌带出来，呀吧，记住读轻声的时候呢，前边这个字母它本来怎么读就怎么读，当成一个字母一个音节读，不算第二个音节。这是呀吧。像那个后边那个就是口语呢，又就读成呀嘎，就跟那个锅是一样的，那个咱们不管它。看第二个词，原来是莽包，现在呢说它比它多一点，不用形容词，用这个比较级，所以呢就变成莽蛙，这是按双音节读。现在呢变成比较级之后读成什么呢？下边蛙读成这个清音读成清音，读成清音呢，前边就单独读，就成了莽蛙，这是把后边变成轻声的读法，就是这个忙就单独读它，就是忙，忙蛙，忙完了呢，轻声的带一个蛙就行了，也不管它是升降都不管了，就忙蛙，这就变成轻声了。在咱们现在啊，这个那也是口语，那就是那个蛙也发着这个费劲儿，那就忙啊，对，这个体会这个发音的这个味道，在以后读经的时候呢，经常有这种现象，就是后边是轻声，这个时候怎么读？前边单独读，你看哑巴，单独它原来怎么读就怎么读。下边忙哇，这些要经常读，这样的话你熟悉了之后，到读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读了。下边一个说这个动词变名词时加的这个吧跟哇也读成轻声，这个呀是大量的有。比较级还是碰到比较的时候，这还是少数。这个动词变名词，我不知道咱们汉语里头有没有动名词啊？有没有这个词儿？有啊，学语言就弄乱了。这个俄语里头有这个是动名词，它那个里头这个变化特别多。动词变成名词，像藏语里头也是，动词加一个吧加一个哇就变成了名词。变成名词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撒是吃的意思，说撒瓦，加上一个轻声的娃就变成了名词。这变成名词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吃的这回事儿，就是这个动作它变成了一个名词，就是这个动作变成名词，我可以拿它当名词处理，可以用形容词形容它，可以用这个什么东西来对它发生什么作用都就可以了，它就不当动词用了，就起这么个作用，就是把动词变成名词。下边一个呢，年吧，年是听，年吧就是听的这回事儿，就是把这个动作变成了一个名词，就起了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呢，动名词是很多的，动名词后边的这个吧跟哇要读成轻声，这个现象常见。再读一遍啊，撒瓦，年吧，好，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一会儿啊，这个接着来，翻到第38页，咱们接着来啊。这个录音打开了吗？这个还是一直录着的啊。这个语法里头剩最后一点，就是这个读轻声的呀，一个是虚词读轻声，一个是词尾，像动名词的词尾，形容词比较级的词尾读轻声，这是两个情况了。现在第三个情况就是句尾，就是一句话结束的时候，
看后边他说肯定陈述句句尾音节经常读轻声，就是一个不是问话的问话一般最后要挑起来，要高起来，就是正常的说话最后句尾一般读轻声。咱们来体会一下啊，像这一句话说我撇把音，我撇把音，我是我，撇把是西藏人，音是这个藏文的这个动词啊都在最后，跟那个梵文是一致的。日语跟这个好像藏文是一致的哈，动词放到最后。所以呢这个它是把音是放在最后了。我撇把音，我撇把音，最后它是读轻声。最后陈述句我是西藏人，最后这个句尾读轻声。咱们再看下一句，说太空的人，太空的人，太是他，太是他，空是他，太也是他，空也是他，给是的。这个太跟空的区别是什么呢？太是一般的他，这个空呢好像是敬语来吧，是他的敬语，就是比较这个尊重正式的。忒是那个，对，忒是那个，忒这个是个代词，忒是就是佛经里经常一比，忒是那个，对，那个也是他，就是指那个他，这个经常这样这个空是他，然后的人呢，人是这样的话呢，说他这个是那个时态不一样，音是现在时，人好像是什么第三人称人是第三人称，音是第一人称，不一样。这样的话那个说他那就是第三人称的时候呢用人。忒主要的意思是那个，忒空给人，那个是他的，那是他的，这是一个短句。读的时候呢最后那个动词读轻声，咱们再读一下，忒空给人，忒空给人，你那个看他那个读经的时候也是句尾呢都就落下来了。对，最后一句说空太松，空太松，空是他，太是走，送呢也是走，但是这个送在这就代表那个了，就是完成了过去时那个意思，所以呢就变成了他走了。这个送是这个走的过去时，但现在就是作为时态来用了。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个短语，最后呢也落下来。咱们看啊，读轻声，空太松，空太松，这是轻声的几种情况，词尾句尾虚词读轻声。以后咱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呢还会这个具体的来具体的来就是这个规则怎么回事，咱具体的来这个研究吧。下边咱们读单词39页啊，第一个注意特仓，这个变化就是特本来是降调，在第一个音节呢就是叫前不降，所以变成了平声，就这么变化。特仓，特不读成了一声。第二个切巴，特仓是厨房，厨房。那个特不呢是灶，一个火一个土字灶，做饭的灶。仓呢是窝，动物的窝，人们的家，灶的窝，灶家。这个就是这个呀，你就先模模糊糊就有这么个印象，慢慢的再词义怎么灶窝，对，厨房。第二个切巴，这是处罚，
普分，写吧。第3个是猜吧，这本来都应该读降声的，因为放在第一个音节前不降嘛，所以都读成平声了。这就是几号、几天、几日、几号，后边这个咱们读那个词的时候读过，叫 same tune。如果你愿意变音的话，第一个 a 变成一，就变成了 same tune。心小一点轻一点，这样就是虚心。下边一个是 tip， 这个变化主要就是 tip 呢原来是 tip 就是那个升降调，前不降，所以它不准降，只准升，就前边变成升调，就从低声调从低处往上升 tip， 就不降了，主要这么一个变化。史书，这个 tip 咱们前边学过是叫什么本子啊卷啊，后边这个 t 呢是这个，你看这个它呀，你这记词的时候可以联想，它好像是两个什么东西摞起来哈，这个它就是把这个一卷一卷的呀，把它摞起来连起来，这个铺开，就是历史卷就出来了，就好像把这个本子书啊一册一册的给它摞起来，这是什么朝代，这是什么朝代，接起来铺开一延长，成了史书了。下边一个撇吧，这个咱们前头遇到过了，西藏人。下边一个来嘎，这个来前边这个来，这个呀用的非常多，这个在佛经里头啊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业，这个词用的非常多，来就是业，善业恶业，不动业，就是这个业。因为这个书呢，这是这个民族大学的教材，它这个世间的，它就重世间的意思，不重这个佛经里的意思，所以它呢来也是工作，也是事情，一个什么事儿，你干的什么活儿，都是来。佛教里头主要就是业的意思。后边这个嘎呀，就是那个八，就是那个咱们说名词化的那个八，就是代表这个字儿呢，现在不是动词就变成名词了，就是这个八。八呢，咱们说了，八他都不想发这个音，八就觉得有点那个费劲儿，就来嘎，那不是莽包，他也不包，就莽高，就是那个懒了，所以后来读莽，来嘎，干脆就直接写成这个了，就，所以呢，这都就没有意义，它就是代表这个名词化，其实就是那个起那个八的作用，或者是你像咱们说，你比方说你这个活呀，或者你这个事儿啊，你说起来来嘎啊，你这个就好像要这个，就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来嘎啊，你这个事儿呢，就带点口语的那个意思。好，下边一个坑瑞，前边这个扛前不降，不准降了，那扛就变成了扛。然后后边是闭音，一是闭元音，所以前边这个啊变成变成坑瑞，扛是雪，下大雪的雪，扛，瑞是山，雪山，你看藏文好学就在这儿，跟咱们汉语一样，一个一个字，俩字一碰，就雪跟山写在一块儿，就雪山。不像那个什么那个拼音文字，真正的拼音文字，到时候它就变了一个词，整个它就拼法就变了。这个藏文这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祖宗啊，就是这个好处，思维方式相近，俩字一合就雪山。你看后边这个也是米瑞，米是人，人民，瑞是这个族啊类啊，人的类，人一分类就是一族一族的，就是民族。
这个里头的变化就是后边那个本来是 re， 然后呢后不升，它是升降调，不准升就只能降，一下变成4声了，所以变成米瑞，哎，这一连读把音变成这样了。民族下边一个米热，哎，这个变调也是后边这个热本来是升降调，后不升不准升就直接变成降调，变成直接降，米热。这个热不是什么呢？热不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就是好像有这个层次界限一样，哎，这个人的一层一层界限呢，就变成世代了，一声一声的，就变成了米热，就变成这个一生。你说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这个老在轮回啊，就是世代这个意思了。第11个马瑞，这个瑞咱们刚才说了是第三人称的是，马呢是不，哎，这个马瑞就成了不是，这2个字一合。这个变化也是后边这个瑞升降调变成降调，直接读4声马瑞。第12个可对，咱们讲过，咱们再讲一遍这个规则呀，你这个要这个理清楚啊。第一个字本来读卡，但是后边那个乌是闭元音，所以这个啊变成它所以变成了可，哎，这是第一个，就变这么一个叫一开一闭，开闭些。后边这个呢，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它是字母表里头是第3竖行那5个，放在第2音节呢，它变平调不松气，变成了嘎。然后呢，这个乌后加字撒，把乌变成了吁，所以它就变成了嘎吁。我说错了，这个塔就变成了哒，哎哒，然后跟这个吁拼起来哒特吁去，可对的与对啊，的与对可对，哎，发生了这么几个变化。下边一个是特句，哎，特是方法，哎，特是方法。这个特句呢，合起来就是策略。这个词好像那个佛经里头很少用。下边一个这个可常用了，瞿意，哎，本来应该是撇意，但是呢，因为这个字用的太经常了，所以咱们就要按照那个他那个经常读的那，就是要变音，后边是一闭元音，前边这个就要变成吁，哎，就要变成吁，所以就变成了颇吁吁，哎，然后它是那个上升，所以是瞿意，哎，因为这个它太常用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就是读成瞿意。撇是藏族，意是文字，哎，这就是藏文。哎，这个常读，所以这个咱们就规定这个要读成瞿意。下边一个塔巴，哎，绳子，喇叭，手，擦巴，报纸，这就是多读就行了。这个歌呢，以后咱们就带出来吧，那个就是做那个口型，这样的话帮助你记忆单词。你要不是你要光读一个拉巴，你就跟那个拉巴跟拉巴哎就分不清。你要是拉巴说这个惯了呢，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歌，哎，有一个卡。下边一个啊，哑波，哎，也带一个歌，哑波，所以说好，敲大拇指的啊。莽波，哎，这是多。哪波，黑的，削布，
修补，纸，好像这个也见的不多，下边有一个见的多，躺不，堂，咱们前头刚学过，堂是和的意思是吧？就是那个连词和的意思，加上这个形容词尾包就变成了第一，这个是常用。你读经一开始什么什么经，然后第一卷就来一个躺包。再读一遍这个整个单词啊。特仓，切吧，菜吧，셈 chung，贴吧，来个，坑里，米热，马热，可对，特句，曲意，塔巴，喇叭，擦吧，哑波，忙波，拿波，修补，躺波，这是单词。看这个学了这个读句子了，这第一次出现这个读句子，咱们来试一试啊。这个你就跟着这个跟着就是多练就行了。咱看啊，提卡热，提是那个，咱们刚才说过，卡呢就跟汉语里的和什么差不多，卡热就是什么，热就是是，那是什么就是啊，提卡热，最后一个人这个发轻声，就行了。说那是什么？下边啊，提擦巴热，那是报纸。注意，动词在最后，先读了主语，再到最后读这个找这个动词，然后它是什么在动词前头，这个动宾倒装，这是这个特点。有时候这个玄奘法师译比较直译，经常就这么译，动词放在后边，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他的译的，有时候看不太明白的时候啊，你看了动词啊，经常他那个动词指的那个宾语就在前头，有时候你一过来你就看明白了。到咱们读经的时候会这个仔细分析这个，一对照就对照出来了。再来头两句再来一下啊，提卡热热，提擦巴热，那是报纸。下边长一点啊，提人给擦巴热白，提人给擦巴热白，分析啊，提人是这个今天这个扔的这个发音呐，你就用汉语拼，声母是日，一个一，一个就是英，日英ring，日英ring，提人给擦巴热白，说今天的报纸热白是吗？热白是问话，热是肯定的，热白就是问话。是那读汉语就是把那个动词放在最前头，是今天的报纸吗？提人给擦巴热白，
推人给擦把热白，推人给擦把热白，哎，你就多听多读，回头那个不是有那个磁带吗？多听多读，哎，下边是回答，说推人给擦把马热，推人给擦把马热，推人给擦把马热。今天的报纸不是，实际上生词没什么，哎，就是一个熟练的问题。这两句咱们再来这个就是多听多读就是了。咱们再来啊，替人给擦把热白，替人给擦把热白，替人给擦把马热，替人给擦把马热，哎，就这多读就行了。翻过来，我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你说不是今天的，那么转折一下，哎，我呢，可对给擦把热，我呢可对给擦把热，我呢可对给擦把热。那么什么时候的报纸是呢？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可对什么时候？给，你看这个给加了一个下加字，咱们现在还没学。这个下加字这个勾啊，就是那个下加字牙，就是这个字母，哎，就是这个牙，哎，就是那个写起来很费事那个，哎，牙加在下边的时候呢，它就不写全了，哎，就光写它半个，这半个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圈嘛，所以就哎后边就不写了，后边应该还有这个啊，这就不写了，哎，就这个就代表这个牙，这个嘎加上牙呢，还读咱们现在啊就还读嘎就行了，还读给，哎，就可对给擦把热，可对给擦把热，哎，就是读成轻声就行了，哎。说那么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下边啊，开塞擦把热，啊，这个是个特殊情况，它后边标音了啊。开塞给擦没有给了，那个塞的那个撒的那个阿开古伊就是的意思，是昨天的报纸，哎，是昨天的报纸。开塞擦把热，开塞擦把热，这是昨天的报纸。这两句咱们再这个读一读啊，说我呢可对给擦把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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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塞擦把热，开塞擦把热，开塞擦把热，开塞擦把热。这又两句，下边呢换了一个内容。第一组头两句是空卡巴尔泰松，空卡巴尔泰松，空卡巴尔泰松，空卡巴尔泰松。这个意思呢，空是它，卡巴日卡巴就是什么呀？哪儿啊？怎么回事啊？日刚才我说了，那个拉跟拉呢，它俩都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是针对谁，向着谁，对着谁。这个卡巴日这个拉的作用就是上哪儿去了，对着谁，哎，上哪儿去了。泰松是走了，他到哪儿去了，他向着哪儿去了，哎，那个拉跟拉都有这个作用，就是对着谁，哎，所以这个就是问他到哪儿去了，空卡巴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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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撇了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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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撇是西藏，拉是针对谁，到哪儿向着哪儿，他到西藏泰松去了，哎，这个拉呢是虚词，所以也读轻声，哎，空撇了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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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到西藏去了。咱们在这两句也读几遍啊，说
空卡巴尔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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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撇了泰松，空撇了泰松，空撇了泰松。空撇了泰松。最后两句啊，空错卡巴尔泰松，空错卡巴尔泰松，空错卡巴尔泰松。空错卡巴尔泰松。这又问的人多了，他们到哪儿去了？下边啊，卡塞涅康了泰松啊，不对，我读错了啊，卡谢涅康了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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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谢涅康了泰松。卡谢是一部分，是有些有一点儿。有的人呢，涅康睡觉的房子拉冲着那个房子去了，泰松。他有的呢到宿舍去了。哎，下边呢，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有的呢到特仓里去了，就是到那个灶锅去了，哎，到厨房去了，哎，所以这个单词都这个学过了，就是呢多读来练习这个语感就是了。最后两句咱们也这个来两句啊，说空错卡巴尔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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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谢涅康了泰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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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返回来咱们把这些句子呀再读它两遍啊，每一句咱们读两遍。说提卡热热，提卡热热，提擦巴热，提擦巴热，提人给擦巴热白，提人给擦巴热白，提人给擦巴马热，提人给擦巴马热。翻过来，我那可对给擦巴热，我那可对给擦巴热，我那可对给擦巴热，开塞擦巴热，开塞擦巴热，空卡巴尔泰松，空卡巴尔泰松，空撇了泰松，空撇了泰松，空错卡巴尔泰松，空错卡巴尔泰松，卡谢涅康了泰松，卡谢涅康了泰松，卡谢特仓了泰松，卡谢特仓了卡谢特仓了泰松。这个我看呢，今天就到这儿，剩下的练习咱们那个下节课再来，是不是？你们上店是不是还能读一会儿吗？啊，可以啊，可以，咱们把下边练习来了啊。反正你早晚是这点事儿，哎，早一点读，晚一点读，这个一样的啊。咱们读了啊，第一个咱们看啊，加辣，忍路，卡拉，他骂，皮意，曲对，哎，前边的卡不变音是科与曲，后边的曲要变成不送气，要变成这个的，哎，变成的就是对，哎，变成对，曲对，这是参瑞，拉个人，这是
腿雀，下边热掐，本来这个热是升降调，热，但是前不降，所以它就变成升，就是热掐，哎，光升不降了。后边是孔僧，仰包，这个是个新词儿，仰包是轻的，就是轻重的轻，扬就是轻，扬能往上扬，哎，这显然比较轻，哎，仰包轻的意思。后边这个可对，醒来，哎，最后一个难担，你们自己跟着那个录音带啊，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它这个变化是怎么个变化。好，有时间咱们就把这后边这个句子也读一下啊。第一个，你莫瞎怂，你莫是太阳，瞎是这个东方也是升起的意思，哎，也是东方的意思，也是升起的意思。送是动作走了，太阳升起来了，就是你莫瞎怂，第二句，我醒不应，醒吧还记得是什么吗？哎，农民，我是农民，我醒不应，空醒吧马热，他不是农民，哎，合起来这一句就是我醒不应，空醒吧马热，因为银是第一人称，所以是我就用银，这个热是第三人称，所以他就用热，下边第三句，忒须一个人，忒是那个，苏是谁，阿克古一是的，那个谁的，一个是字信，哎，文字信都是一个，热是这个那个是谁的信，哎，那是谁的信，忒须一个人，忒爱一个人，那是我的信啊，俺这是我们只找有我呀，俺是我，阿克古一的，那是我的信，哎，再读一遍这句啊，忒须一个人，忒爱一个人，最后两句啊，先倒数第二句，爱恰当给囊了秋块面，硬读你就硬跟，这个迟早都是硬跟，或者分两句啊，得分两句啊，爱恰当给囊了，秋块面，爱是我的，恰当是暖瓶，恰当给是暖瓶的，囊了，囊是里头，囊是内名，家里头都是囊，拉，哎，我刚才讲了，拉是这个说针对谁，还有一个意思啊，这个拉跟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中，其中里头就这意思，后边一带拉就是在谁里头，在谁上啊，还有一个是在谁上边，在他上边，在他里头，在他之中，这个拉跟拉有这个作用，这个是非常常用的啊。说在这个句子里头，在这个道理里头，哎，都是拉跟拉，这就是我的暖瓶的里面呢，那个拉就是里头，哎，秋块米
秋缺是开水，没开水了。话很简单。咱们再来这个顺一顺啊。俺还断开读啊。俺掐咱们给囊了。俺掐咱们给囊了。秋快没。秋快没。俺掐咱们给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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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快没。这个以后有时间了咱们再读啊。最后一句，普木提空给囊了。普木提空给囊了。普木提空给囊了。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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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木是女孩子，提是她，就是还是指的那个女孩子。前头先说普木，然后这个提呢就是重复，就是代指她，就那个女孩子。空给空是她，给是的，囊了囊是家，拉是里，她的家里，太松去了，那个女孩子到她家里去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咱们再来读啊。普木提空给囊了。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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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简单，哈哈，这么多话，竟然这个一遍都就跟下来了，还像那么回事不简单。下边呢，你们就不要怕这个结巴，不要怕丑，你就硬跟着读。那个录音带啊，你就跟着听。能那个下载那个电脑上那个最好，那个读得清楚。读下来之后呢，就跟着就硬读。这个呀，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混个脸熟啊，没问题。行，今天这节课东西不少，就到这儿吧。